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今仔日双十大典，总统大清德的演说主题是团结台湾，共圆梦想。全部拢总讲到46届台湾，一再来强调咱的主权，而且佮加中国来发声，讲咱有决心，嘛愿意和中国来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。另外嘛讲到希望朝野卖分党派，共同合作，对内促进团结，对外爱护国家来壮大。总统赖清德进行了第一摆国庆演讲，主题是团结台湾，共圆梦想，强调中华民国主权，佮表达会互台湾走向世界，伫全球经济环境当中站稳关键的地位。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，2300万台湾人民。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，迎向未来。规篇演讲是用看做关键字，显示6大重点。赖总统也用宪法向中国发声，佮重新表示台湾有决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，也愿意甲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，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。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，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。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、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。赖总统国庆演讲当中讲到46摆台湾，10摆中华民国，上尾也是希望朝野无分党派共同合作，强调会投资更较侪努力，促进国内团结，对外重大国家。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，是台湾。还是中华民国台湾，我们都要有共同的信念。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。在很多场合，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，但是一样要有骨气，要有勇气，必须让世界知道，让年轻人知道，中华民国是存在的。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。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，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，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。呼吁应该整合台湾各种无共款的意见，担任庆祝会主席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4句话，发声爱世界知影中华民国存在。全文当中讲到15摆中华民国，6摆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